5星級嘅大堂，5星級嘅體驗，你係咪以為嚟咗酒店？非也，呢度係一間按摩店啊，係一間5星級嘅按摩店，為你準備一個私人避世嘅殿堂啊！簡餐、自助午餐同埋自助晚餐都為你準備好。呢度無論係視覺、嗅覺、觸覺，每一個細節都令你覺得猶如藝術館一樣。如果你都有興趣嘅話，記住睇片前先讚好同埋訂閱我頻道，一陣見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 V 太 Channel 退休阿太日誌。呢度咧係國貿站嘅逆境芳香啊！如果咧你第一次嚟嘅話咧，你嘅感覺一定以為咧呢個係一個5星級嘅酒店。呢度嘅裝修咧做得相當之細緻啦，有種奢華嘅感覺，同埋入到嚟咧有陣陣芳香啦。而家聽到咧都有少少嘅背景音樂。之後咧我就會準備咧會做一個腳底按摩同埋做身嘅。咁啊，大家記住唔好走開啦。講下路線圖啊，可以搭1號線國貿站 E 出口，之後喺另一個角度影俾大家睇，就係呢個站啦。望過對面，見到有時裝批發箭咀呢個位置，直行就係啦。見到南燕街，然之後向住右手邊方向，前面就已經見到逆境芳香上4樓。今日嘅目的地就係南方證券大廈 B 棟4樓啊，就喺呢度搭電梯上去。踏入店裏面，外界嗰種喧嘩瞬間被隔絕啊！呢度有大量嘅乾花做點綴裝飾，而且呢仲有一陣陣嘅香薰精油味道，再配以柔和嘅燈光，仲有見到呢啲紋理好細膩嘅仿大理石做地板。而且呢度每一個嘅細節位，你都覺得咧，仿佛好似去咗藝術館一樣啊！可以俾你慢慢咁欣賞，親身去體會。唔知你會唔會同我一樣呢？立即感受到嗰種嘅奢華，同埋有強烈嘅愉悅感啊！呢個拱形嘅長廊位置呢，就最得我心意，仲可以喺度呢無限打卡。唔需要我多講啊！酒店嘅大堂啊，唔係啊，係按摩店嘅5星級大堂啊，就如酒店一樣。立即帶大家睇埋5星級嘅淋浴區啊！呢個位置俾我感覺呢，同大廳有啲唔同，有啲 SPA 嘅感覺啊！呢度亦都提供咗一般嘅洗護用品、牙膏啦、牙刷，而且仲有一啲係一次性嘅添。呢度每晚10點後，如果你消費80分鐘，仲可以免費留宿過夜。咁呢度所有嘅用品都齊全晒，基本上自己都唔需要帶其他嘢咯。話呢度輕車咧，真係一啲都冇講錯。你睇下佢咧，四圍地方咧都有都唔同嘅乾花啦，有啲相片擺咗喺度。我覺得個環境真係好靚好靚噶。咁咧，另外呢一邊咧都係好多打卡位噶。咁如果大家到時咧就可以周圍去喺度咧打下卡。嗱，餐廳就喺我呢度後邊啦。好靚啊！呢度帶大家入嚟餐廳部分啦。如果以按摩店嚟講，呢個規模真係算大噶啦。地方咧好寬敞，睇埋呢度有咩食先。嗱，呢度咧有一啲嘅時令水果啦，咁隔籬咧仲有好多唔同嘅飲品咧，任君選擇。呢度嘅簡餐咧係早上11點到凌晨1點噶，全天候供應啊。至於自助餐嘅時間呢，就係下晝嘅12點到2點，同埋夜晚嘅6點到8點。我到店嘅時間大概係5點半，咁啊準備6點鐘食自助晚餐啊。準時6點自助晚餐呢就開始啦。咁咧，其實我本身都係呢度嘅會員嚟㗎。食過呢一次之後咧，我覺得呢度嘅水準都唔錯。咁咧，跟住隔一個禮拜日咧，我就同我姐姐慶祝生日。其實我都 book 咗喺呢度咧做 SPA 嘅。睇下大家有冇緣分啦。如果撞到，記得同我打個招呼啊！我頭先5點幾過嚟啦，就啱啱咧就可以 touch 到呢個6至8嘅自助晚餐啊！咁裡面咧都有出邊有好多唔同嘅款式。咁啊，我攞咗一碟出嚟㗎啦，樣樣咧我都食少少啦咁樣。如果大家晏晝過嚟呢，佢自助餐咧係2點到4點嘅，咁啊大家記住呢啲時間可以過嚟咯。食飽飽休息一陣呢，就準備咧做腳底按摩。不過我想先介紹啲房間俾大家睇下先啦。呢度嘅每一個房間嘅空間感咧都相當之大。
睇下呢一間嘅雙人房啊，哇！呢度起碼都有100平啊，仲有天花板嘅設計都好特別，側邊有梳化，而且呢度呢亦都有一個獨立嘅洗手盤啊，有齊洗護用品，感覺上呢好舒適。牆上面嘅畫作呢都做得好細緻啊！介紹完房間，我立即做腳。我今次呢揀咗呢一個項目叫做奕築70分鐘，價錢係199蚊會員價。呢度仲有一個好大嘅熒幕呢，俾你可以揀選唔同嘅電影嘅。咁啊，見到呢個師傅呢好細心，而且你唔好睇佢年紀輕輕，佢已經從事呢超過5年，而且我覺得佢真係功架十足。做得好細緻，好用心。佢係79號啊，我已經約咗佢下一次啊。呢一個嘅項目呢，仲會包埋肩頸啊。首先幫我放鬆啦。咁呢，你睇下佢嘅手勢呢，其實唔需要我多講。如果你見到佢嘅手勢做得咁好呢，你自己都識得揾佢啦。鏡頭一轉，輪到 V 先生做呢個檜木 SPA 80分鐘，會員價係359蚊。技師呢都會幫佢先放鬆身體，就由腳部開始。我哋都有同技師講呢，佢條腰比較痛啊，所以呢都會集中呢按嘅腰部比較多一啲嘅。之後呢就會塗上香薰精油啦，咁主要嘅作用呢就可以鎮靜神經啦，亦都有助於安定心神啊，同埋改善睡眠質素啦，呢個先係最重要啊！而呢度呢都係佢哋訂製嘅單方精油，係嚟自世界各地噶，而且呢安全嘅係數呢係達到口服嘅級別，每一種嘅香味同埋功效都唔同噶。而家用緊嘅呢一支呢，佢嘅來源係日本，產自台灣嘅阿里山，而佢嘅功效呢就係可以紓解肌肉嘅酸痛，仲可以激活我哋嘅肌肉，呢個絕對係深度嘅享受啊！仲有呢，重點按壓啊，可以同技師溝通。如果你喺邊度特別唔舒服，同佢哋講，佢哋都會重點呢幫你去按壓嘅，咁就好快會消除疲勞啦。按完腰部就立即呢按埋肩頸嘅部分啦。見到佢嘅力水真係相當之到位噶。如果你都想揀呢個師傅嘅話，就係198號啊，誠意推介。再按埋小腿同埋大腿。之後呢，就轉身幫我哋按頭啦，同埋眼嘅部分。我200%咁樣肯定啦 ，V 先生一定係好 enjoy 同埋好舒服，因為佢真係瞓着咗覺啊！我嘗試錄下佢啲呼嚕呼嚕先。頭先我哋未 roll 機嘅時候呢，哇！佢啲鼻鼾聲大到不得了。嗱，我哋準備錄佢嘅時候，唔知係咪俾佢發覺呢？佢擘大咗隻眼，我就唔好意思再錄啦。我哋做完項目之後呢，又出返大堂呢，影下相打下卡先，之後呢，仲食埋個簡餐先至走啊。頭先呢，我就做咗個腳底按摩，咁啊我老公亦都做咗個全身嘅按摩啦。我哋做完之後呢，又可以出嚟呢食下啲小食啊。嗱，飲品就自己攞啦，好多嘢提供。咁呢，我就飲綠茶，佢呢就飲可樂。咁都嗌咗一碗呢牛腩河粉啦。我呢就嗌咗個淨雲吞嘅，哇，都好大粒噶喎。咧攞咗啲生果啦，同埋2個咧手工製嘅布甸嘅。呢度提供咗好多唔同嘅項目，有逆境芳香 SPA、特色 SPA， 亦都有逆境足療嘅養生類，仲有小項目。當然有充值嘅優惠啦，亦都可以上埋大眾點評，有好多唔同嘅團購餐任君選擇，仲可以加埋佢哋嘅微信方便預約啊！全場免小費。喺呢度按摩唔單止係令到身體舒緩，更加係一場沉浸式嘅療愈啊！一於獎勵自己過嚟體驗一下5星級嘅享受啊！今日要分享嚟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次見，拜拜！麻煩呢大家俾啲鼓勵我啊，讚好、分享、留言同埋免費訂閱，呢度係 V 太 Channel 退休阿太日誌，多謝晒，拜拜！